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各位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卢旺达大学科技学院的大四的学生，我叫张志佳，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已经有3年了。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互联网全球化。世界因互联网而更多彩，生活因互联网而更丰富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们相互联系越来越密切了。尤其是互联网的发明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、工作以及交流的方式。科技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，而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平台，让千里之外的人们相互交流知识、信息。可以说，互联网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地获取的世界各地的知识、信息，让来自欧洲、亚洲、非洲、大洋洲的人们变成了一个家人，全世界成为一个大家庭。互联网改变了人们做生意的方式，从卢旺达到中国坐飞机需要2天的时间，但是通过阿里巴巴网站，我只要在卢旺达打开电脑，就可以从中国购买商品。现在中国人都使用微信、支付宝付款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其他国家，比如卢旺达，也开始采用了无线支付的技术。互联网还应用到了医疗、微商领域，就可以吸附上1名中国的医生，就可以治疗卢旺达的患者。因为有远程医药卢旺达的治疗，病人更得到了更好的治疗。在新冠的疫情期间，我们都在卢旺达，在家工作，在家购物，在家上网课，在家我们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新闻。我总结一下我的演讲，希望所有国家都可以建立更多的互联网基础设施，比如 WiFi、基站、电信公司，各国应合作建立大强的网络，使他们的文化和人民像一家人一样紧密的团结在一起。我的演讲完毕，谢谢大家。